TVB 前女藝人楊樂婷迎嚟咗40歲嘅生日。早前佢曾經同大家都係港姐出身嘅周家慧、曹敏莉等好姊妹一齊慶祝。今次楊樂婷嘅老公黃天鎬為佢搞咗一個好盛大嘅生日 party， 同時亦都請嚟咗好多親朋好友為佢慶祝，仲幫佢拍咗好多靚靚嘅懷孕照片，並且黃天鎬仲大讚佢老婆40歲睇起身好似30歲咁，兩個人真係好甜蜜。楊樂婷喺社交平台上邊上傳咗一張由自己老公黃天鎬親自同佢拍攝嘅唯美孕照，唔少網友都大讚楊樂婷老公拍攝嘅手法好犀利，睇起身好有感覺，講楊樂婷老公係一位影相嘅高手。除此之外，相入邊亦都可以睇得出楊樂婷個肚已經係好大噶啦。雖然喺 TVB 發展平平，但係楊樂婷憑借住自己良好嘅語言能力同埋口才，喺司儀界撈到風生水起。曾經有一段時間，佢係香港身價最高嘅司儀之一，價格甚至可以同森美、林盛斌等人不相上下。結婚咁多年嚟，楊樂婷同老公一直都相處好好，兩個人經常喺社交平台上邊 show 恩愛，唔少人都講佢哋係天造地設嘅一對，睇起身好襯。楊樂婷嘅二胎預產期係喺今年嘅7月，喺呢度亦都祝福楊樂婷嘅二胎寶寶順利出世，祝福佢同老公永遠咁恩愛甜蜜。